4练功，5练功，1对1我可以给你打。哦，现在80几岁了，不行哦，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我刚以为他呛虾跟我说哦，80几岁了，我怕你哦。我两个，你个东西哈，你要放喺地哦，我放喺地边打，我俾打死嘅。给他用做的不？给他用做的不？做的做的做的吼。心创造世界，一早报应通给我，为你放给永远。都在 V 动嘛，给我留言里的节目宣传。大家的播歌啊，大家讲一下。我们春面乐队在今年会有个专场演出，是在两厅院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哇，对啊，就是我们终于要登上，瞬间起了鸡皮疙瘩哎！真的哎，我们也起鸡皮疙瘩。需要嘉宾吗？可以找罗哥。老年大擂台，老年中下來。大家好，我係蒙古啊。來，今下大家好。好，也了今行呢流行族的爆米爭霸賽，哎，介紹一下目前的 B 面長。B 面亮冠李彥鵬，哎呦，加油哦，亮冠哦，亮冠亮冠天天哈，路迢迢。哎，嗰時講8哦，還有8拜哈，哎，8禮拜，差不多6、7禮拜用的。嘿，大家都知道我們的 tempo 了。是啊，希望你能夠順利過關哈。好，加油啊，加油！因為羅浩然已經做退嘛，仲酸做咧，仲酸變壓咧哦，已經變壓咧，所以冇問題嘅。換吶哈，你學長走了，換學弟了，好不好？是，好，來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欣賞。好，歡迎一家小欣賞，齊思飛欣賞，齊澤偉欣賞。總飛欣賞，好嘞，沙下來 ，TV 來自陶冶用梅，仲用梅帶來送心嘅酒。好嘞，談完啦。送心嘅酒，讓你醉，回想往事，更加心碎。從愛已碎，就將愛嘅眼淚。縱心情萬言淚安慰，雁用不聽，雙雙對對，甜美往事難再對，是一個愛最可貴。心情萬言淚安慰，雁用不聽，雙雙對對，甜美往事難再對，是一個愛最可貴。
哎呦，哎，牛妹手真好，哎呦，又见面了哦，跟他讲，系啊。你看之前有见过面啊？有啊，佢有去参加先修飞啊，可以先的时间啦。哦，呀，当然人来到舞台当中，有安尼书画老师，我同佢捌走嘛，哦，所以他那天是多惨啊！我喺講見妹較強啊，哦，見妹較強，要挖洞燈光美，哦，燈光美，氣氛佳，係啊，又挖種，然後他唱歌姿勢又很到位，對。感覺上你真的是很受盡滄桑的感覺。送行嘅酒，有這種，他會配合，真的哈，他會批判。感覺你好像有在特種行業上班過。這不至於吧？有哦。哦，做美容啊，做美容哦，是幫大體美容的，美容師啊，幫大體做美容師。你聯想得好遠。對，哦，這之前有在選秀的時間有讀過。哇，要不要踢敗了都還講。踢敗了比賽，可以啊。台風很好啊。對，台風很棒啊，他唱完了對。像嘉秋老師。就這個緊張不太會聽講客家話吧？一點點，唔會啦，是的，你講咩上讓梅來咪？讓梅客家人啊，客家人啊，鵝肉是就得緊張呢，還是感覺講親強，啊，身段也很棒。不過說從國家你就強，從頭前放家這個麥克風就拿就。都反應都聽不到哈。哦，沒有習慣，沒關係，沒有習慣，你要習慣的哈。習慣。我以為羅哥讓難接話嘞。你樣咁講嘿，而且唔要用版講啊。不過還是咁講唔是按緊張，跟過來哈很有機會的衝國家哈。我也希望你這次能夠晉級哈，下次能夠繼續再表演，因為這個今天唱確實是。有點瑕疵啦，因為緊張嘛，還有幾個拍子，因為 Tango 的拍子呢，它要清準，你唱得清準，然後你的字，你的大作詩吼分配啊，你啊模上好噶，除了都是吼唔提兩條較長，兩作詩較長，一個作詩較長，所以就有幾句像秋窗愛嘅眼淚啦，這幾個句子你都沒有唱得很好，因為它的字數只要是稍微不是很平均，或者是有搶拍的時候，你就忘掉了，然後就拖到後面，又想再把它補回來，就有點可惜了哈。歸宿國語就有點打斷掉了，氣氛打斷掉了。不過唱起來是清楚感情啊，有時唱得聲嘶力竭，真的很不容易。青中喜歡給這個唱到聲嘶力竭啊，所以還是希望講，你再繼續努力哈。如果你能夠維持留下來的話，就要進一步。更知道這個踢敗了嘛，強是一天會嘛，那就機會噶吼，練，當練都太噶吼，你就下次就可以跟羅哥互相吐來吐去的。哦，對，然後你就會，我就先下去休息，這樣。更不是啦，反正就是他只要敢跟羅哥吐來吐去的時候，吃菜也敢講。然後幾次以後他就習慣了，就很習慣這個舞台。對，我覺得羅志新呐，羅志新嘿。之前來的時候沒懂乖啊，哎呀，哦，現在跟我真的會吐來吐去。是啊，所以冇溝通啊，所以你要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跟羅哥吐來吐去的以後，這是你人生很大的體驗哈。所以好，繼續加油，好不好？好，謝謝，謝謝。好，幹嘛？你幹嘛？你去哪裡？什麼好的嗎？分數啊，你來玩的。對啊。你沒有看分數，你在比賽的嗎？啊，一到都會線，然後卡牌耶。現在知道了，要不要看？看，看一下了哈，看一下總有某一個分數。好，我做對咯。有個分數還唔低。冇一天啊，看一下跟對哈，開播樣板哈，安子說好來，我做。他一般有了就準備得在收口有沒有笑話來跟羅哥吐來吐去。嘉秋老師的重點是你要跟羅哥吐來吐去。OK， 來接下來。沙來顧秋婷帶來解冰茶。好了，躺好了。花心秋窗也給熱情，
世嘅花也代表我嘅誠意，結放掉童話嘅新本意，希望陪啲我嘅女性。行錯咗但嘅嘅蠟燭，奇妙嘅火光讓你走到暗陽深處，一口紅嘅酒溫就像下海樹蔭盛開，歡歡喜喜味道燃亮紗窗。一首歌，年年嘅故事，甜甜嘅情，苦苦嘅蜜，經過幽怨，亮灑嘅你，花開花恰一樣不離。一首歌，年年嘅故事，甜甜嘅情，苦苦嘅蜜，經過幽怨，亮灑嘅你，花開花恰一樣不離。人生嘅前後已經冇乜嘅意義，重要嘅係錯到時間嘅嘅標差，以為兩三新闻先生，各位听众先生好，两位主持人好。大禮拜都很有禮貌啊。先有禮貌哈。係啊，對啊，佢唔會衝，孝順的小孩。係要孝係啊。對啊。誒咩證件係？對啊。Q 大撈媽媽大東圈啊，東區。係從頭為轉去看媽媽哈。哦。係，我媽媽是拿錢。啊。冇啦，皮寬天師啦，係冇。係，哦，皮寬天師。係，佢龍應該當好看天師。係啊係啊。佢前一年看嘅，前一年幾月看重播。哦，真的哦。係。看一時嘅節目啊，係錯啊。看馬天師做的看安多拜。鬧嘢大擂台哦。佢未要看，佢當未要看。係。講真係，鬧嘢大擂台當到忠實的一個鐵粉。哎有呢。他就晚上禮拜六晚上看的，看的天嘅。要重播，佢5點我轉去啊，跟住去播一隻節目嘅時間，跟阿婆就看到我就話：吉娜小姐，跟小姐，佢講誒，冇有啊，我唔記得禮拜6點，佢講啊，等下就轉去看呢。哦，5點就喺坐喺電視機頭前看電視，準時。就鐵粉啦，比我們還清楚誒，什麼太假？對，韓國嘅8點檔係連續劇沒有，係這個看我們客家電視台8點檔。我來幫一樣有看。別台，別台就不要講。別台你還在講。然後佢看吼，佢會講劇情幫我睇。哦，真的哦。我跟你講解。我看當好看啊，吼，佢繼續跟講幫我睇。啊，幫我睇，我起落也還不錯看。哦，咩天天看就錯了。天天看，係。結果我一看到吉娜。今後哦，對，我去演有台的一個，就是那個許仁傑啦，給台後同行，第一次見面就要熱情擁抱，哦，對對對對，然後就有感情戲了，有記記的啦，有記記的，有記記的客家話，就是刺眼一樣，有記記的客家話喲。還有夾嘅，演都好嘛？啊，動好，很強哦，拜託，很厲害誒，真的動強，根本就差一座金鐘獎，好嗎？劈開部分哦，一會唱一會演，很強哦。不過真的還好有這些戲劇陪伴着老人家，讓老人家可以消磨時間。係咩？對呀。咩？你講咩基礎咩會較好啊？係，他們老人要跟他講解劇情，對呀，然後記得清楚誒。媽媽搭你就看了啊。中間那個廣告時間就走出來就晃一晃，啊晃一晃就跟我，有時候我在客廳運動嘛，吼加個張目嘅吼，
喊欠哦，我喊拜你哦，你讲嘛个？因为我听不懂，我没看嘛。然后就跟我脾气看哦。没有。哎呦，哪个有看看你？因为我在忙自己的事情，对，大忙人呐。对，大忙。因为那个剧我都演过了，不知道在演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哦，就一樣看出來，同大嘴鼓、大專以後要繼續看天師啊，好得有天師，好得啦，批判了條路然後總比好得了都該長壽劇哈，也很貼切那個該你的身法，再加上因為老人痴呆啦，對，馬上時事就在裡面，對，很迅速。好，來重睇了，搶演衝啦，你的師弟欣賞好，秋婷姐姐，今日聽藝術歌曲，這個動感通啦，就係講永遠都在唱這個歌誒，還有藝術歌曲係這種唱得動，我覺得很貼心。應該講，因為藝術歌會寫到的是一個夫妻之情嘛，所以有陣時聽後生人唱藝術歌曲的時間，我總覺得少了一個火候。因為他需要一點內斂跟一些人生的經驗，可能來唱起來呢，可能比較貼心一點。一個部分係見彼此都唔做到當好。喺講喺原碼嘅差別嚟話，就係可能差別嚟講係知道係講，因為係講視演強嘛，所以係唱起來嘅線條，一種線條，音樂嘅線條比較屬於視線的暖度啊，所以呢，唔睇有嗰種開了嘅部分，可能就咬絲嘅部分會對那個線條的部分會顯得比較熱了一點，就是比較硬了一點。不過不是太影響，因為冇同樣的強調，冇同樣的表現方法。所以講，那種藝術歌曲的它嘅做法呢，它不能用太熱烈的情緒去帶動，所以金碧做的就是非常有一種含蓄，就像老人來到20歲嘅上司嘅。年紀窮樣，所以講藝術歌曲嘅表現啊，基本上唔主要做到所有嘅地方係上可以談到嘅東西。所以講一本秋婷姐姐也片有乜嘅建議法，就係知道有一個地方藝術歌曲，我覺得我需要多一點你的笑容，因為他需要一點嘴角力，因為用笑點唱。然後不笑着唱，它會有不一樣的表達。因為你笑點唱嘅時間，人嘅嘴角一片會拉開之後，人嘅上線會提起來。唔會發，它會顯得很下沉。不過加上唔係開力強，所以它會一直往下走，所以會聽得到那種聲音很硬。唔係講帶着嘴角的微笑來唱歌嘅話，藝術歌曲嘅嗰種甜美的感覺，你會唱得更好。會唱得更好，因為在這裡面的線條你表現得太好了。對我來講，我知道就是我要看到那個畫面，跟畫面就會按你啊，就少了這個。那還有另外呢，我覺得你有一個習慣，有時是按你眉音嘛，唱個內心，有沒有？不要太早閉嘴，因為心要到是，尤其係心，它需要一點波形。我覺得很多歌手就唱剛下前一位歌手嘅腔樣，都是在尾音出狀況，係每音嘅部分唱下嘅愛嘅內心，慢慢的收起來，不要太早收，因為跟心跟心，它的表現方法是不一樣的，感情不同，這個比較細。不過呢，你可以注意到每音樣板數嘅時間，也個線條會過較好。安子說。好，是嗎先生？了解哈。了解。好，下一次要注意。對，在舞台檔好。挺好哦，學動到，學好多東西啊。尤其係佢自己嘅歌誒，彈清清楚。好的，翻一下分數啦。翻一下顧秋婷嘅分數。是嗎先生？93.5分哦，恭喜哈！來回座休息。好，也可以哈。下一個衛冕者應該就他了。有可能哦。畢業以後。等8個禮拜看看。好嘞，殺下來。殺落之前帶來容顏。來。看到是嗎？我叫拜託呀！這位老師哭了，表示他今天真的很棒，很好，他自己都，自己都有感覺。你有沒有先聊條歌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因為熊到阿婆，阿婆，還在。還在。
真的要吓死我！眼睛含泪，哎呀，你看到是吗？我叫拜托呀！哲伟老师哭了，那表示他今天唱歌很棒，很好哦。他自己都你看，哎呦，自己都有感觉。哭了，哎，你今天唱的真好，亲有感情，真有感觉。而且哲伟老师他刚刚唱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拿下了。对呀。然后你后面好像有一点稍微脱嘴，他又拿起来。感觉你给他感情的啦，有投入你的感情了哈。我干嘛？怎么大家都那么湿啊？好，因为我们就是 wet one wet， 湿三人组。对。哎呦，你有没有先聊条狗哎？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因为想到阿婆，想到阿婆，你阿婆还在。阿弥陀。你真的要吓死我！我想讲，之前有段时间给韩讲，给迄嫁公嫁婆秃胎也是隔代教养的，哦，所以跟阿婆阿公的感情应该是特别好。应该说跟阿婆更好，阿婆更好，对，因为所以你是阿婆养的哈，就养成这样。阿婆对，他这样很好啊。金钱他有一些那个 baby fat， 连他伤了跟你讲。对，对呀，开始有职业道德了。什么职业道德啊？你用白你多有痴心好吗？超15公斤，你开玩笑。跟同职业道德没关系啊，我做好我专业的事情。我
们是一个 icon， 好不好？好了，来。你今天可能算成功啊，吃豆。真的。我们都每次这首歌都看评审老师有没有哭，赵薇欣赏。对。我當然冇談到沉水沙衝了首歌曲本來當感同，因為我一開始的時間，我其實有點緊張，因為過去執行的表現，我知道他可以 hold 住這首歌嘛。你給啲練習的時間，從第一句我就我就講一下就哎呦，根本我當然冇看到佢上演樣扮嘢感情啊變冇強啊，就看一下慧如欣賞。唱衰時間，我其實很不敢看旁邊兩位老師，我就不小心看了慧如老師，他也在哭的時候，我就想，好吧，我也可以哭了。幾首歌曲我其實懂經驗，我冇乜嘅，我知道你唱兩首歌冇乜問題。因為你一開始，我最喜歡的是你兩邊的主歌，兩首歌曲最難的地方就會主歌，因為你要用講法的方式，你頭前的音當配茶糖要當平，你要用版攏質你的故事啲短短的幾花啲擺度，你要感情嘟好，講嘅話嘟好，又要唱咯嘟好，我知道咧，我自家唱兩首歌曲最難的地方，我當佢冇談到一啲主歌用講法的方式。本來聽一句，我就經驗你自家愛攏來講嘅話，我想你根本一聽有啲想講，阿婆對你做的很多事情，雖然講阿婆很帥，我剛才嚇一跳，不要亂講話。寬天師啊，寬天師。我知道你係當好嘅示範本參賽者，我知道唱歌嘅。不管係比賽啊表演，你一定要有一隻想象，還有一隻故事。你個故事可能係你自己會當真，會當有感通你自己嘅地方，裝作的感通人，根本做真人當好。譬如講去唱片啊、過年過節，還有最每一bài嘅副歌，雖然講有一啲啲的，我知道你 hold 不住，我覺得你想要哭了，對不對？所以後輩演嘛，也係講唱嘅。可能啲比賽嚟講，某一天啲技巧上半人做得得當多分，唔過嘅冇影響到幾首歌曲整體的感覺。嗰時候羅哥講嘅中間我就把耳機拿下來，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再去找你的缺點，因為你已經讓我覺得你啲台檔係表演，你唔係啲比賽。那你後來幹嘛要拿起來？哦，因為我想，這個堂它後面到底會不會因為感情所以崩潰了？當人哋唱歌曲，我想我自己沒歪啊，怎麼辦？我要 hold 住感情，我才可以 hold 住我的聲音。你係做一隻專業歌手，一定要練習唄。可能冇乜經驗，我自己有想是，我不能哭，因為哭了我就沒有聲音了，或者就整個就毀了。就毀了，但沒有不好，但是必須記住係必須，佢會影響到你幾首歌曲要鋪陳的東西。唱歌的某一天係感情100%，可能佢佔60%到80%，你還 hold 住，因為你係專業的歌手，我知道你係必須喺邊度係做專業歌手，一天要練習要學習唄。故所講係喺邊拿起來，我知道。沒有差很多，我覺得你做得很好，所以我今天應該也是給你很高分，不是因為你唱我的歌，是因為你真的很棒，謝謝。什麼欣賞？我要給他拍手。真的，你是不是給他賞仙？對啊，你現在是變溫暖，吃錯藥了。你兩班轉了有幾？我排先來補充一下，可能大家有唱歌嘅習慣的動作，自信一直以來我好像都沒有講評到他很習慣這樣，對，他很習慣這樣。我跟你說，這樣沒有不好，那是你的習慣，你可能不自知。不過給我影響到彈歌嘅跟人嘅感覺，它會打斷我的情緒，你會忍不住，我就一直看你的手，因為你如果是這樣還好，可是因為會遮到你的嘴型啊，或者你的臉，那個會影響到聽歌的人的那個觀感，你可能秀一下，你用那個風範，次數可以有，但是不要太多。甚至在之前的比賽，他整首歌的1/2都一直這樣，都一直這樣。所以你要注意啊，有發現哦，要注意下，注意下。太老派了啦，換個方法算拍子嘛。對，可以去改變啦，可以改變。從那今後，希望趙薇欣賞同鼓勵的啦。來，好，看一下個分數。好，看一下羅志祥嘅分數。93分，說得嘛？
啊，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那满意就好啊。好了，继续加油啊哈！合作休息哈。好嘞，撒下来。撒落去见烟風帶來，阿妹嘅幸福。來彈啦。Hello, teacher Jia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Very fine. But I am a little nervous. Nervous， 有点紧张。You feel a little nervous？ 对对对，夸不出来。有，错的了，对。感觉上有点很像那个什么赖敏雄老师啊。赖敏雄。赖世雄。赖世雄。叶梦洁的高后的经验挺丰富啊。而且他教的哈都是一些大人物哦。对啊。不是说随便教个这种社会人士。还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那种阶级的人哈。有什么特别人士？当初是那个退休的教育局长哦，他去上我的课。哎呦，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教育局长的身份。然后他就是看我那堂课上不错啊，又跟我推荐到长青学院去的。哦，觉得说还是都能学啊。对啊，打分数。教育局长就好像那个餐厅的那种有没有？米其林那种。对。故意丢一支铅笔，看你会帮他捡起来。那种干工。对，试吃课那种。哦。听说你教到很多班了，10几班，对，很多班，然后一班还80几个人。哇，好大班哦！对，那班长青学院的话，就是他买那个文法书就买了97本的，就有97人次。可是他出席率不是很好。你自己印的书？不是，我推荐的书。自己印呢？自己印写来不及卖了，来不及，要写很久，要写很久。对啊，跟书商谈好就好。抽回扣就好了。没有。老师秉着热忱在教书的外勇，对，哇，真的你也是桃李满天下。嘿呀，还好大家不气嫌啦。对，至少我没有误人子弟。是，真的。冲太来哈，枪毙情商。来。燕凤老师你好，你好。是好。哦，你很厉害耶！哦，你没卡嘎你，不是客家人，可是廖叔狗 Q 你唱得非常的好，谢谢。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你的嗓音，你的声音非常的嘹亮，你的音色非常的漂亮，但是你因为我们在教学生，外公要说很多的话，那你的声音怎么还能保持这么好？还有一点是你上来整首歌你都有笑容，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谢谢。好，那就唱歌的部分呢，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你没哈港你不是客家人，所以你在有一些咬字上面会有一点点的落差，没有那么的标准，这个有点可惜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不是客家人呐，所以我已经觉得很棒。但是有一些唱法的地方，比如说每一次2遍歌的副歌那个丢起了，你都抢拍，好拍子的部分可能可以再稳定一点。再来第一句天当，你不要天当，你那个天太重。你如果说下的这么重，第一句话就会吓到听的人哈。这个是比较可惜，可能因为有点紧张，所以你就下拍的地方，你可以把那个咬字再轻巧一点。好，就我觉得会整首歌会更好听。那我自己以前我的客家话没有那么好，我其实常常也会不会的字我就会写注音，跟音标是一样。比如说人间的间，你就要写一个 en 才会是 gen， 不是 gen。好，然后 niam 你就要一个 niam， 把那个英文也把它用上去，这样会对你未来学客家歌应该会更有帮助。谢谢，什么情况？Teacher， 对，看一下我的粉书哈，来，看一下建彦峰的粉书。好嘞。那本书没有啊。是不是普通哦？普通哦。TV 六本90.5分。90.5分哎呦！那你还有机会留下来，吓我一跳。我也是好紧张。对啊，OK， 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谢谢 Teacher。好 ，OK， 回座。Take a rest, please。吓死了！怎么突然变英语频道？没合到呀。好了，沙下了呀。下一位係你嘅 V 面炸李彥峰帶來，因為你係你。好嚟，彈翻啦。我喜歡，唔係因為唔好看，唔係因為唔有錢，唔係因為唔聰明，用嘅世界人當然，我定熟悉，我貼皮就喜歡，因為唔係我喜歡。真心嘅，善良嘅，我喜歡心嘅嘅，貼嘅嘅，我喜歡甜愛嘅，美嘅，我喜歡認真嘅，戇戇嘅，我喜歡真心嘅，善良嘅，我喜歡心嘅嘅，貼嘅嘅，我喜歡甜愛嘅，美嘅。我喜歡愛你嘅，眼淚嘅，我喜歡因為唔係大家。哇！
真的下来国外哦。这种气声唱歌真的很不容易，真困难啊。对啊，很 hold 得住那种。系啊，佮稀张个酒，有做唔得不用太多。对对对。系嘛吼。因为条歌曲迄个歌手就鬼好听。因为个一条歌曲係邱丽玲老師寫嘅，我係伊係竹田歌手嘅欣賞，我係西施歌手嘅，我係葉春梅啊。天涯欣賞哦。唔係，伊係竹田歌手嘅，我係西施歌手，甲別村嘅。哦，甲別村。嗰種係好高嘅欣賞，就是從不用記嘅歌，邱丽玲老師嘅歌不難聽。他看到這一集應該會難過。為什麼？就是歌手嘅欣賞啊，倆安泰咧。沒啦，就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棒的那個故事，是因為葉春梅係竹田國小。他們有一個 TFT 的教育的團隊，啊，佢哋會同佢哋嘅小朋友聽書寫編音歌，啊，佢哋就請到我，嗰時候我送禮拜，唔係送禮拜啦，差唔多剩一分嘅時間，當佢佢哋好搞就是講座，然後講座完之後要帶他們來一起創作一首畢業歌，這樣子。我就因為麗玲老師現在是竹田國小的學務組長，我就同佢翕相，就講，因為他有參與這個計劃，所以我很開心可以跟他一起。帶小朋友創作今天你唱他的歌，你有跟他講嗎？有，主辦方有講，我有跟他講。很好聽的歌呀，好可愛，很好聽，很棒，很棒，他真的很優秀哎，那麼年輕，真優秀啊，懂優秀版啊，真的，好，衝突嚟唱，嘉秀老師，燕父啊，我特別好，當你評審家，我自己感覺。我要怎樣想辦法讓你更進步一點？你會要對我來講啊，跟我講，他是一個真的很棒的藝術人。我一定講中國的啦哈。不過中國的部分是我一直有一個感覺，覺得說，林峰他在你上清後，不過你中國家你的表達方式就是一直用你很天生的聲音，很自然去唱，然後呢，比方說轉假音啊，就是。從所有的歌都是那一個調調，就是用你自己，你覺得你怎麼樣唱？比方說，給你調出國語啊，就一開始我就覺得說，你對喜歡你這個喜歡這個兩個字在這一首歌裡面，它其實有將近20個不同的表情的表現方式，可是你通通用嘿就過去了。那對我來講，來跟我講，如果你能夠在更精進的大雜詩哈，比如說像喜歡跟歡這幾個字，其實它每個字都有單獨的音階哦，而且它的每個音階在咬字，比如說愛喜歡喜，它已經過去了，它有轉音過去了，但是對你來講，你只是一個喜歡，它是對你來講，你是一個愛彈起來，你是把它當成一個單獨的字在處理。你是某一做料喜歡，這個應該要怎麼樣子去做到喜歡？真的有那個喜歡的心情會出來。啊，我看到而家實在講，我跟我講，聽打上嗰啲點數，它有點太淺碟了。你嘅表情、你嘅唱功、你嘅技術，雖然你今天真的站在那個位置上做一個衛冕者，都因為這樣，我最要求就很多。我要求就講，你要做到講。你唱國家是真的不止你開心，我從頭就感覺講，我看你唱國青頭白了哈，然後我真的有一個感覺，就常常說你很高興的時候，不見得你逗得我們高興，就你沒有把那個高興帶給我們，就是你這些細節的東西你沒做到，哦，像喜歡這個我剛剛講的喜，然後歡也是一樣，尤其到那個。愛點熟詩啊，他特別那個喜歡那個高那個歡，那個是一個爬音上去的，可是你很簡單的用個假音把它帶過去了。多花一點時間去做一些小小的數位式的一個隔離，把它該做的表情想一下。我希望講，我能夠看到你怎樣的慢慢讓每個人都被你帶起來，你的開心跟你的開朗，這樣好不好？好，謝謝。對，理解嘛？還是用心良苦哎，消化一下，魔鬼都在細節裡面。對，老師們就是希望你好還要更好，你知道嗎？對啊，哎，要好還要更好，很多細節可以微調。對。中國我覺得講故事嘛，起承轉合很重要。是，好，來，然後有請那個青果粉邱婷記，哈，將他的噴泉說啊哈。好，來看一下，你慢點坐得留下來哈。看一下李彥鵬嘅粉說。
我练武功的呀。兄弟，俺有练过，我练过，1对1我可以给你打。哦。你现在80几岁了，不行了。哦，现在不行，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哦，我刚以为他要呛虾呢。啊，给好的。哦，我刚以为他呛虾跟我说哦。你如果1对1我可以，我想哦来呀来呀。80几岁了，我怕你哦。我两个，这东西哈，你要放在地哦，我放在地你打我不打的。给他用做的吗？给他用做的吗？做的做的做的哈，给我给啊，给他木做经验。欢迎哈李彦鹏嘅分数。好嘞。好。还没按勾啊。拥有进展。哦，恭喜彦鹏。很棒。 B 面3关，等说你的 B 面炸爆 B。恭喜。连说3礼拜。啊，也來到陳同學嘅爆 V 整8歲，嘿。你喺度介紹一下目前嘅 V 面炸。 V 面8關咧，楊桂蘭姐，哇8關咧，嗰2禮拜，嗰2拜，加油！恭喜恭喜！嘿嘿嘿。誒，嗰2禮拜哈。係啊，2關啊，係嘛？也咩愛。 較注意到的啦，吼，注意到，要較認真到的，較認真到的啦，冇問題啦，平平穩穩衝下去就好咧，係冇？今日看到有一位新的參賽朋友，哈，等下我來幫幫佢，哈。但是介紹完的評審先生啦，比賽之前來，我們就歡迎昌永廷先生、李秋霞先生、林占義先生、曾明珠先生。 啊！馬上嚟進行級別比賽哈，有請 TV 參賽朋友。TV 來自新竹新豐，仲有真帶來評判。來，睇下啦。 你好，你是來過嗎？來第3擺咧，第3擺咧啊！第3擺啊！係，唔記得哦。唱到暗號，因為冇比到清明哦。是係樹洞啊，係講開綠腔。哦，哎，咁有茶？沖山歌可能有茶，沖山歌係學啊，學自然香。牛絲的問題天啊，但是你唱那個歌嘅旋律，那個上調，上韻當好呢。真的嗎？哦，真的。羨慕誒。攞個條話講快啲，快啲。
咩？是推几篮子，我担心。我担心哦，不会啦，几篮子没冲得清后啊。今后啊，对啊，但是几下冲都真的懂我。哦，很惊艳的。哎，真的让我们很惊艳，哎，不得了，不得了。哦，本来就清好冲3個係嘛？係咪因為空都有下？哦，冇啦，原本也就學國台課，同埋都社區啦，哈，學國老國有班呢，老社區嘅王美榮老師學米永先生，國台課，每日咧王老師講，你對3個有興趣麼？佢從因將錄音架唱誒，我係冇興趣啊！自認自己老了，哎呀，不服老。李下年老咧，梗係當年前。哦，當年前。家下就即間當後生啊！跟人家知道這個肉嘛？哦，你下肉。你下抽3個嘟嘟好係嘛？因為佢買糖到3個就知道，哦，那是老一輩，我係爸介下，我小時候就去當後。總比我正經會衝3個啦，係啊，係啊，佢想唔到誒，佢真係跟你之前的比，可能真的傳統組的嗎？咩係傳統組的？哦，你到8強就回家去了。還到8強就國體了。對啊，佢創到很好啊，用無碼音箱啊。應該唔對哦，即咩青島嘅無碼音箱。佢用時創到無好。可能你還要衝下好衝嘛哈。唔知啊，所以就專業認真下練習。要認真練啊。差唔多啦。國體以後要去認真練習的啦。之前就隨便練衝。冇啦，未當認真呢。我家看人規個表現哦，喺舞台上嗰種感覺，都當純熟啊。係啊，咁要家出去表演，你咩要家去表演啊？比賽表演。哦，真的啊。比賽咩要嚇？哦，喺線上派出去嘅呀，係。即刻出去比賽。即刻出去比賽。比賽。哦，天才演嘅就比賽係嘛？哦，比到乜嘅電影啊冇？下4場嘅鐵人名青島啦。下4場足動嘅喺那優等獎啦。哦，優等哦。創到很好，讓拿優等哦。嗰個天才演正研究嘅全部全國前列或者3個嘅。各大高手全來。唔係嚇，唱清好啦。那唱完了哈，來。高中欣賞。張小姐唱嘅一個平板哦，佢唱來基本上講起來係以後也要記經驗咧一個特殊嘅一個部分啦吼。佢等於搭機佢都天意節佢唱半拍，咱講半拍啦，佢咩對半而唱，嗰個佢也要貼2隻詩。基本上嚟講，佢也冇乜問題。一個平板唱出來係咧算以後嘅一個狀況。我今日係聽佢唱嗬，佢有一些嘅會降散嘅款嗬，唱一個散，多少要降散啦，唔係佢本來，假使佢冇降散，唱嘅散應該唔係安尼啦嗬。後有一啲也不一定係出。正確嚟，因為聽到嘅啦，後一啲嗰個唱要嘅聲要較輕啲嘅，冇按強鬆嘅聲啦，吼。也一啲天意佢嘅比分離合色彩係互相幾差咩？幾隻嘅嚴有一些嘅嘅轉模，唔係嘅強調轉模好哦。喺夾嘅聲吼，嗰隻是有一些嚟講嘅，都是要先從彈出啲啦吼，嗰一啲啲嘅冇乜嘅錢吼。嗰個我建議啦，係咪唔再一次考慮看啦？比方離合嗰隻離老嘅名流子孫嗰隻字，你都欠強有嘅時間，字你會從翹起來嘅聲。離要咩係佢係愛向下，但是你填嘅時間，字老離全部要填向上，也較冇順天啲，其他全部都做得，請好加油！哦，先生，係啲老師嘅問題。老師語啊，有些緊張，緊張，聲音也蠻大開啊，對對對，咩叫無來啦？叫無來啦。係啊，繼續做下依組好嚟啊。係啊，看要高管喎，對嘛？看分數哈，看下總有整個分數。好。
新梦先生。哎呦，先抽下来，张来讲，先留下来，张来讲。OK， 恭喜啦，先恭喜，但是很当然讲啊，还要冲当强啊。哦，谢谢。阿子姐，要看下。好，好嘞，杀下来。杀落去钟明雄带来3个字。好了，阿雄伯啊。阿雄伯。师傅哈，词人好，你好，哇！听讲迄武术高强的师傅啊，武林高手呢，嘿嘛，哎呦，很长的时间有教过乜个东西？我们都按高了啊，没有你们那么高了。高啦，来讲。我练武功呀，哦有打拳头师啊。跟用我特别哈，迄内容是可以。你有蛮打拳的呀？你看那种细后生，从那种程度就啊，我讲2年的封训啊。防身啊，防身啊，味道防身就好啊。唔免讲味道上大，哎呀，有时候就用得上哦。有时候。可能防身后来就上大嘞。用得上。那你练多久？你要讲到前窗汉白就基本上讲明堂，然后讲就是。一下都在讲啊。一三年是大过多少年？你要咁講啦，啱講啦，偏偏就練過啦，冇練過呀。從俺就練過，冇練過，1對1我可以給你打。哦，你現在80幾歲不行哦，現在不行，現在不行哦，那是以前。你和小康老師音樂校，那是以前哦。你反應太快了。你要這麼寬咯，就是這樣。哦，我剛以為他要槍槍嘞。哦，我剛以為他槍槍跟我說哦。你如果1對1，我可以。我想哦，來呀。但是80幾歲了，我怕你哦。我兩個，呢個東西哈，你要放喺地哦，我冇放喺地度打，我會打死嘅。給他用做的冇？給他用做的冇？做的哈。不要冇足經驗。打擾人，不要去告我。我們這個節目是老人家是主要收視群眾的，有皮膚老敏感。哎呦，以後我也會老哎。你看到我是小不點的，但是我做的事情哦，真超過我本身的那個。你沒有看啊？我當兵當什麼兵？你知道嗎？傘兵啊。傘兵啊。傘兵有什麼特殊的？傘兵還好，傘兵會飛，然後還會被風吹走。真的。傘兵還不算，去還是傘兵的連上的健美先生的代表嘞。健美先生。對，但是我沒有。有胸片，不過你又看唔出來身材。但是我沒有去比賽。我比肩上咁講，記得我有練過，我冇練過，我只不過搞到現成的比不贏他，我冇讓人比啊，比唔上，這個啲啊。
哦，我跟你讲，年纪大了，真的都一直在想以前的事情。唔好讲阿勇吧，阿美叫我也差不多呀。哎呀，讲到30-40年前嘅老条白，阿勇今后啊，对呀，跟表示讲给他脑袋还很清楚。难怪你看啊，那个阿勇爸，80岁，身体还很健，对啊，可能还有上个时间有练茶，还有证件，你看国术代表。好啦，从说啦哈，你谈公平哈，像酒下欣赏。雄体的落麦哈。你面向各位讲个，你落前边啦，讲起来哈。一定是歌曲要接上你谈到的歌词平常时你必须同你会唱了首歌曲你今日你唱了三国志的韵脚就清好啦当然唱歌莫过心跳上上多推动的时间，可能你去到一下跳前落人跳台上，所以你上多的时候上多是有耐心。你唱歌四个八节，人民到那边人去弯去要注意啦上到推动腰紧张，你腰去没看到感觉多是有耐心，气比不足，心肝啦你记得啦你弯去四个八节一季有2节40、30、43、73，我到4、8节。當然以前都前邊人唱說藝術樣玩玩嘢要玩你，唔過你一記要國三個比賽，而是只有你哋幾場去行，所以幾首歌要唱得清好啦，我幫你加油，加油！好，緊張。來，對哈，我看下分數啦。分數，好，多啲嘛？50塊呢？50塊50塊咩唔怕？唔得啦，你過去團長大係啊。你嘅坤啊，問一下總面雄嘅分數。好。有本事要講過啦，係啊，我做得啦，做得啦，你要做得一起英雄大了呀，係啊，唔敢咧啊，好啦，給片酬啦，搶酬也可以哈，拿的，好的，好的，沙雷，喺呢邊順風組帶來平板，我哋談下啦。朋友講我做乜嘅運動對啦。吃頭又吃鹽啊，又做嘛？運動，他個好厲害，你用親朋友做得可以哈。看電視的時間，哎呦，徛起來。哎用清酸呀，肚子會清酸呢。坐在看電視就冇浪費時間。哎，做下啥通做呢？還有嘛？還有其他嗎？那些攏朋友啦，反正4點半就順達完4點半嘅就放。當日都有做啦，當日都做，我當日做。當日做到4點半啊？我做放去就做來緊了，對咧。忙衰。
吉娜姐好，公主姐吼，对啊，哎，叫我吉娜姐讲，哎呦，尊敬啊，有啦有，叫习惯了，一条有同来讲啦，对，哎，忙结婚忙公子呢，吉娜姐，没关系啦，唔怕啦唔怕啦，表示因为他刚刚有赞美我，我弄阿公来亲讲。啊，对呀，哎，对啊，你也很帅啊。哦，这很多人都这样说。客套啦，莫老师猜发了，真的是帅。最近他瘦了10几公斤，你看得出来。哦，原来是吗？因为我说他穿那一套。原来是吗？因为他穿那一套很好看。有一身三不清讲啊。哦，叫松本呀。冇啦，我买的啦，没他做就会讲。哦。就刘本松啊。我说他穿那个特别有味道。哦。那个扎下去那个。很强用啊。是啊，你穿衣服也很有味道。哎呀，三不人给来莫买本嘛。斑马线一样。我小孩子不会买衣服，让他去买嘿。哦，你都做生意呢？哎，一男一女。一男一，哎，刚好一个好字。哎呀，真好。对呀。孝顺吗？小孩子？乖乖啊，冇学坏啦。冇学坏。对对，那东江去学坏啦。哦。那小时候还是讲，冇读书冇当位冇上过，但是冇见到坏朋友。哦，教你不但医疗冇有。冇啊，我從為人嘅打卡景點當多啊，要推你出去看。哦，醫療係翕相我也是某行人生日啊，或者說特別的日子哈，是會買東西啊，或者去餐廳吃飯啊。重說了哈。重說了，唐先生講。好，向展儀欣賞。阿鳳姐今日創個了哈，葉松先生哈，佢個寫詞非常的好，表演也動講哈。但是今日創啊喲，冇乜信心。牛絲啊，含到個口線啊，有啲暗潮啊，安尼嗰個呢，有到個慢撲嘅感覺，就講冇信心，創喺嘻嘻啊，對吧？我拍攝樣啊，哎呀，嘻嘻嘛，哎呀，慢慢咧，歸屬國嘅哈，頭到尾嘅強調一做得啦，問題就講唔係講親屬啦，唔係親屬啊，所以創加嘻嘻嘅，強嘅啦，強散對吧？客家話講強散啦，叫啦，叫嘅模仿佢啦，希望你哋下意思哦，係要機會哈，加油。哦，謝謝。哦，看下分數啦哈，看下順風組嘅分數。係哦，91分。有啲啲文件冇。哎呀，對啊，沒有關係，唔怕，人生的過程就是這樣。對啊，對啊，先賺一筆當。謝謝老師。好，謝謝坤哈。撒下來。一天給我帶來成果子。好嘞，彈好啦。主持人吼，有見
身体呢。哎呀，身体又好嘛。身体哈，样板嘅身体样板。冇啊，他是以前啊，以前10多年前，嘅退化性关节炎有哦，通都唔會白。佢老嘅都係你。哎呀，咁忙碌呢，爭50歲呢。冇我呀，做呀你。哦，你還有退化性關節炎我呀冇。有幾大擺坐下來是有，我企來是有，係嘛？嗰是難的，你更難。更難了。我下擺，比如說吃火鍋，有冇？火鍋湯啊，我如果當天晚上有喝了1碗或是2碗，完了。你會痛風係嘛？開始就牙都會酸呢，真係假啊？腳都會酸呢。認同係痛風嘅，拉咩氣啊？係啊你啊，哎呦，不遺傳到佢。唔係佢，我老家冇窮樣，我退化性關節啊，痛風大部分都係來。冇窮樣。哦，冇窮樣啊。冇窮樣嘅。哦，跟住又喺度樣係好嘅。後來就看先生啊，擔啊個玻尿酸啦。哦。那年先生講好就係。怎麼樣呢？佢抽落去呢？做落去。厝嘅水啊。係啊，佢講嘅水都真見係肺炎嘅。哦。哎呦。所以。朋友講，我做乜嘅運動對了，舌頭又卡又刺眼啊，又做嘛。乜嘅運動？我一開始就反正就躺着的啦，也不方便做。躺着的。然後像兩行啊，就當日保養啊，就坐凳上拍打有冇？哦，你蠻拍打嘅啦，唔做看啊？安尼我當日就安尼。我打7條安用。對啊，2片。哦，2片，前條安用還有不一樣。對，2片都係打，就是。安尼最好啊。冇含油哦，含油哦。哦。含油嘅。跟住很。哦。哦，你那側面張看得到，側面。哦，按你拉筋啊，係啊。哦。來到2條筋。哦。我來到會不會2條筋啊？哦。我感覺真有效啦。你那邊大陸的燈在哪裡？跟我幫你示範一下。幹嘛？你是要學阿杰啦？結果是給羅哥用的，是不是？我睇看電視有冇？想看你那邊大陸對。哦，他個好厲害，你用金朋友做得看一下。看電視的時間，哦。就會夾起來。啊，用清酸呀，肚子會清酸呢。哦，這樣敲啊，對。叫下啦。沒講啊你，5秒鐘，要10秒鐘，10秒鐘再下去10秒鐘。對。張床來10秒鐘，係冇應該安尼嘛？坐等看電視就冇浪費時間。做下啥動作呢？還有嘛？還有其他嗎？那些攏朋友啦，反正我4點半就是到4點半我就。當日都有做啦，當日都做，我當日做。當日做到4點半啊？我做空氣來做來緊了對咧。還蠻衰。我爸咩喺錢做空床啊？就運動了冇聽嘢咧。反正做為到自家身體。對啦。做愛3萬對咧，做唔得太難啦。身體越來越多嘅哈，真係身要顧好來。靠拼也沒有靠指甲。對，喊起愛靠指甲。對，充電去指甲啦，我聽同意來。好嚟，昌特嚟談。請民主先生。聽叫字嗬，咁樣歌聲咧也千招，嗬，唔可以要嘅人沙沙後人嘅聲咧，嗬，潤嘅透氣啊，要做潤啊，嗬，非常嘅難得，嗬，按做愛到花蓮過來，嗬，這真難得，嗬。精神真好啦，嗬，係啊，就這樣哦，嗬，健康健進步，哦，係你對自家要有自信，哦，最重要係對自家，哦，繼續加油，嗬。好，是先生，好，看一下一篇叫嘅本書。哦，7點半，係啊，不差，做得，同樣你嘅總藥神，對，所以留下來，哦，恭喜，是夢天橋子，去做車前嚇，身體要顧好來嚇，好啦，沙來，楊桂蘭帶來廬山歌，避免茶。山歌，
台上三更三更。年岁轻山歌啊，莫言叹郭兰芝，哇，今日迄高管的把子救管哦。系啊，系啊。咁有壓力？壓力應該動態。多少？多少當然唔會哦。不過藝創歌係平常心。啊，平常心。快樂嘛。他可能是平常心啊，但是還是會有一點點。對啊，萬一怎麼樣，還是會失落啊。衝歌跳嘛，跳舞咪快樂啊，跳舞啊，快樂。這咪請好跳舞。排舞老師嘛，欣賞啊。係啊，因為以前都反正啲沙期做志工嘛，因為就會。弄人家哈，他是有出來跳舞嘛，所以我100年就開始成立這個舞蹈班嘛。哦，那成立10幾年了呢。義務的啦。義務哈。做志工也是一樣，沒有。哦。我一直教到現在。做舞台。哎呦，快樂咩？回饋社會，真的快樂。我覺得人生短暫，真的就是就把時間花在自己快樂的地方。所以跳舞衝歌中係最快樂嘅，最快樂嘅事情。對。有讀過嗎？神奇嘅事情？有哦。有擺吼，因為學生係從到會其實都會表演嘛吼，但是有擺係係喺土記啊度，因為喺沙期嘅。很多社區嘛，就是關懷據點的社區，就會去個仁海宮哈，個中大個仁海宮咪青苔店哦，在那邊就是大家就從表演，對表演，一隻社區就表演兩首舞，結果我替數跳得挺好，那個區長說哇，你們這首客家舞跳得真好，哦，我就很快樂，結果跳聽藝術的時候，在中間的時候，個頭腦哈，一下子空白，你知道嗎？你就忘了舞步。對，因為我是老師，我都站在最前面。不過我學生的動腔，冇人出車。哎呀，幾好的，平常的訓練挺好。對啊。但是你如果站在 C 位，啊，對啊，你又是老師，你如果忘記的時候，你就隨便自己跳一跳，人家以為你是主角啊。對，我就是跳別的，可是他們沒有跟着我這樣跳。真的哦。對，幾好的，冇歪的。對。沒有猜，所以你這個會跳舞冇差啦。冇講起都幾點點啦，冇啦，就做就跳補救都回來。就像歌唱比賽用嘅啊，你唔記得歌詞，我起到個點點冇效啊。一下就發現到了，唔敢啦，唔敢起那點點。好嚟，衝出嚟唱高中欣賞公平。好嚟，既然社會今日創業老山歌吼。基本上算平順啦，哈。也做得講唱了以後，老師有章，韻也做到清，所有的關關節節都有去思考過，吼，有做好些。
也个人讲肉山歌，其实係西燕山歌啦，吼。也西燕山歌，佢本來佢比較可以自由唱嘅東西，故所佢就冇講有跌板冇跌板嘅問題，唔會有人問題。啊，不過佢有困難嘅素材就講，夾個聲吼，要填來較長，個夾個韻腳各方面要有做到吼，也唔係咁容易啦吼。點樣去唱？可以講相當嘅完善，不過假使係愛建議素材，佢個頭一記嘅2、3講嘅物件偏有啦，但是佢書面嘅時間又冇按好，順序，冇按好，就像寫毛筆時。前面嗰個漸漸去塗下一塗面，跟住細細嘅多少要就時啫，天。其他天一機又唔會哦，望人彈嘅時間要行卡好，都提會機啦。喺咪當然係要記飛啦，要記飛倉，都要注意啊部分啦，嗬，加油啦！哦，記得注意高管，對嘛？有唱俩个，像有2位评分的吼，人字还有听九字系嘛？哦，就是1点，刚刚来讲分数。2位其實舞台當中哈，我也出來看一下咯。哦，看一下，你用幾兩個分數？心痛總是假，一盞無言痛嘅我，愛對方嘅樣樣。我們吹面樂隊在今年會有個專場演出，是在兩廳院國家音樂廳的演奏廳，就是我們終於要登上，瞬間起了雞皮疙瘩。真的哎，我們也起雞皮疙瘩。需要嘉賓嗎？可以找羅哥。看一下，你用幾兩個分數？好嘞。哦，表演成功，冇問題。連續9關，恭喜歸蘭子。冇問題，恭喜啊！存1關了，存1關咯，哈，加油！好，我嘅祝安尼歸蘭子，先抽送你嘅明年再報名。恭喜歸蘭子，連續明年9關。農業音樂會，今日安尼節目當中有請到一隻樂團吼，聽講佢成立呢個呢原因啊，係因為安尼節目嘅。冇錯啊，因為佢主創係EQ啊。哦，依條係從人哋嘅節目必須出現冠軍歌手啊！冇唔錯啊！嘿，兩隻樂團係因為依條，咁開始成立兩隻樂團，後來就變咗金曲樂團啊！哦，有冇？金英獎咩係啊？唔係先有樂團，爭有依條。唔係，係先有鬧熱，爭有依條，爭有樂團，爭有金曲獎，爭有金英獎。哦，一個節目係這樣介紹完整嗎？一個節目主持醫生也能 MD 啊，這種情形啊！哦，真的哦，你也是蠻渾渾噩噩的。對，可能唔同我講啊。沒有，真的好，幾好等兩人啲嚟啦哈。好啦，對。因為佢哋會準備來舉辦佢哋嘅專場嘅音樂會，佢哋會來分享佢哋嘅音樂。嚟，先嚟聽佢唱歌嘅，嗬，誒，聽佢嚟唱歌嚟，好嚟放滿佢啊。冇錯，好嚟，歡迎金曲樂團全面樂吹。嚟。這看愛一三年，愛這看愛兩三年，這看愛13年，愛同看你會老嘅不散，什麼你條條嘅愛。你
手给动，给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我便宜，叫做米下斯，跳呀的木水，大本爱飞鸿。随风随云来，哈哈西哈嘿暗无天同，时间可以来就从心给大自烟水山沟很应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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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张后，走张后，天边发来。什么大概样子噻？哇，四位老师好极了。欣赏后，欣赏后。哎呦，杨妞老师好，高高老师也超老师。一叫无流畅到人家都来到节目当中真的哦，真的哦，今日真的我相信观众朋友啊，个糖都已经耳朵怀孕了。耳朵很怀孕又出油了，哇，要生了，凶嘞。哦，哎呀，四位老师真的那个。可以让罗哥词穷，你看。对，不是这好多。哎，你太用没有？我们真的很享受那个氛围。刚好享受。四位老师，然后每一位都有各自的一个不同的表现。而且他们默契很好，默契很好，应该常常有一起训练哈。训练啊，对，集训哦，练团呐，都来这边练习。对对，哎，来这边练习哦。哦，平常是没练呐，这个要这样。没啦，今天平常是在练习表演，没青岛啊，他们表演很多啊，登上很多大舞台。哦，对对对，我那天去一个的观音啊，的那大，好像有一个表演，哎，我有碰到你们两个还是？有。对，我有看到你们两个。啊，轮平，世界波兰飞。啊，对，有读到人家的。你可以压轴啊。没啦，他压轴他应该最贵啦。也不是，因为大家都要赶时间，我就让大家先唱。哦，本太家先一啊，对。我哋好介绍一下自家了。再次的介绍，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佢懂熟嘅，各行都唱到安好哈，规个表演都安好，难怪安尼客家嘅200個嘅金曲獎。金曲獎還有金銀獎。金銀獎，還有金，不一定他會介紹嘅。他們今天來的目的更厲害。哦，就是不是不登三寶殿。對啊，羅哥，你那根忘記拿出來。哪一根？後面那一根。難怪我發現為什麼他們都不講話。強那根沒有出來，他們沒有辦法講。是哈。一定要看那一根，一定要看到那一根。漳州的功法，麻煩羅哥哦。排隊。唔會。是你。啊，慢點拿哈。一籌先。
他已经拿了，你看他已经拿一根了，要扯弦哈，来一位一位介绍。大饮蛋鳳冠，好來，矮黑狗狗，就這樣，某公他叫高高，阿狗我叫高成英，沒有客語的部分。我完全不會。阿哥，高高先生，阿沙來，喊一位。乃黑永 C 妹楊慧瑄，永 C 妹楊妞老師，哈，單簧管老師。係啊，蛋鳳冠，我係創國嘅阿 Q，阿 Q，乃黑一潮。我是葉超，吉他手，咩人嘅推重，推重，對，而且他們每一次來表演，每一個衣服都有特別講究哦，有特別講究。那窮人裡，我們裡面有來，我們也有了。雖然看似貌不合，但是衣還蠻合。他們都都特別會設計。視覺還有聽覺上都有整體性，對，真的哈，質感就出來了。但是他們今天來是要幹嘛？今天來當然有他們的目的啊，來好，不然怎麼隨便請得到春面樂隊來？對，當然強嘅，也東風。都帶 V 都嘛，給阮裡的節目宣傳。大家都報告啊，大家講一下。我們春面樂隊在今年會有個專場演出，是在兩廳院國家音樂廳的演奏廳。哇！對啊，兩廳院呢，我們終於要登上，瞬間起了雞皮疙瘩。真的，我們也起雞皮疙瘩。需要嘉賓嗎？可以找羅哥。哇！唱誰不會按講？我這種這麼台的人哦，這輩子應該上不了兩廳院啊。兩本冇共用啊。我只能坐在台下看。或者是你幫我們串主持啊。希望啊，希望到時嘅羅哥會有行。跳下來教，我是怕去破壞你們的氣質。在台下不會啦，在台下我知道，不要給麥就沒事。台下我做過了。就會2024年4月13號嘅暗夜7點半，禮拜六，還有4月14號嘅禮拜2嘅下晝就2點半。其實當天撇啦，因為下晝頭哈，按不頭當當然天要上班嘛。冇上班那個禮拜六到禮拜啦。對啊，因為半夜迄個是按不頭會發現天也要上班嘛，上班可能爬起來較辛苦的會。有下午場跟晚上場，台積亞洲得去搞了先吹一下。對。但是兩廳院呢，太厲害了吧？怎麼有這個機會可以上兩廳院？對啊，應該係因為去年有舉辦自家嘅音樂會，係呢個事，係故所佢哋就有看到啊，佢哋就有下新聞啊，本嚟就講佢知道就從鬧熱大擂台嘅開始，佢哋就有注意到條嘅結合客家話嘅音樂啊，還有蛋鳳冠。他們有看鬧熱打擂台？係啊，他們應該是 follow 於橋。看鬧熱打擂台，還是去他那個 Lexi 的演唱會？都有，佢哋下新啊，有老人家條應該係佢嘅粉絲啦，係嘛？冇啦，佢哋就按度後，因為之前高高他有一個透明單簧管重奏團，也是大年都有去給表演，嗰時候就按後嘅連接。兩廳院的承辦人員有眼光啊！真的，對啊，真的啊，有眼光啊！眼光，有眼光，唔係眼光。眼光啦，按咱們樂團的啊，要做的按嚟推廣按啲客家文化，真的。唔單這樣哦，佢條啊創嘅幾條歌很清厲害哦。就是這個去年金鐘獎有一個最佳電視電影獎《綠金龜的模仿犯》，我們是片尾曲這樣子。片尾曲哦，然後也有得獎嗎？我們沒有，他們有。電視劇得獎了，但是這個劇的歌是他們唱的，跳下給跳 Kiss 山，爬山。這個劇會得是因為有你們的這首歌加持。對，因為你們就是孔金呢，有沒有？所以要滾到有沒有？沾到就孔金。那就叫笨蛋就懂厲害啦，佢就在國外有日本嘅獎啊，獎項，還有美國嘅獎項。青島獎項，挺厲害嘅。真的很厲害，很讚哈。係啊。哎呀，接下來聽說你有想要跟我們吉娜愛嗎？哇！我馬上 level up 可以跟春面我吹強下。哇，兩位唱歌。吉娜冠子
哦，这天后级的，2位唱歌都是那种行云流水的。啊，没啦，其他厉害，我正经没办法冲击出面我吹的歌的，因为它是一种 feel。某公用的特色，某公用。拜托，反正2位都很厉害。那今天是要唱你的还是我的呢？拜托，你要哪个歌诶？囡仔嘅一家人嘅伴奏，一家人嘅伴奏，安子说。哦，唱假歌的啊！哦，来，唱过来，来。看到。世界都愛喊歌，溫暖嘅聲音，強勇嘅微笑，帶出藝術世界迷途。別向跳舞觀沙燈用，總有時權才強一方。曾有準備好掉上座，黑暗的記憶嘅迷途，為你添一碗飯，請你聽聽愛色，希望愛色的快樂有滿足，你這一生嘅笑容，化作愛心。渡上暖嘅離流，以愛行過，讓人生高高大大，用愛一家人嘅伴奏，飛雲煙天邊。松樹邊一處嘅迷藏，將來嘅年嘅幸福。向天父觀沙燈亮，主有時權在強一望。客家朋友準備好掉上座，黑暗的記憶嘅迷途，為你添一碗飯，將你聽聽的事，一夢一世的快樂。滿足，你在身嘅笑容，化作你心肝都上暖嘅力量，被愛行過，讓人生高高大大，用愛一家人嘅飯。飛雲煙天邊，也松樹邊一處嘅迷藏，將來嘅年嘅幸福。现场怎么那么安静？应该掌声鼓励才对。哎呦，什么呢？
哇，什么春眠要追样子噻？真的。罗乐你要站那吗？不是，你们这个太会唱了，好厉害哦！哇哦，为什么可以把歌诠释的这么好啊？真的，而且他们乐团哇哦，而且我觉得 EQ 啊，厉害用，他可以把所有的歌哦。你唱出来以后就变你自己的歌，哎，变雅米西，真的还是吃菜发，真的好厉害，用它告出来。为什么要站斜线？音乐真的就是在告出来，哎，真的就告出来 play 嘛，对啊，就 play music，哦，所以真的好厉害，好棒。什么追踪？一线才2首歌哎。哦，追踪压球。哦，是你特别选这首歌，没错，就是因为之前他本来不想唱，是这样吗？是不是？没啦，也不能限撇数。哦，你不能限撇条歌诶。你说本来限那一条。系啊，你讲一下。理所当然。哦，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哎，佢正經喜歡2條歌，佢之前咩有唱過，記得。嗯。還有迄老虎碟體。哦，老虎碟體。好。老虎碟體。咩動聽啊？佢快節奏誒。係啊。啊，下次都可以魔法團，唔係啦。下次來做一個 AKA 好了，好不好 ？featuring 這樣子，哦，我們互唱啊，可能沒辦法。對，你為什麼想要限2條歌？哎，終於可以講話了。可以。你媽有開的，其實。40打斷。就是之前有跟吉娜就是聊她這張專輯《小吉的路》啦，對，因為那時候盲聽，就是不知道整張專輯背後故事，可是那時候聽的時候覺得很感動，就是後來跟吉娜聊才知道，哇。背後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對，然後覺得這首歌非常喜歡，因為它的這個，就是有時候你平常覺得很稀鬆平常的事，其實有時候可能過一個時間就消失了。它突然會變成你的回憶。對，沒錯。哦，你以為是每一天的日常，但有一天它就變成回憶了。哦，那當然。2條歌會暗湧個故事。本來每一天就是這樣子啊，你現在過的下個就過了10分鐘以後，那都已經就回憶了。對，你們等下就變回憶了。對啊，我們剛剛也是回憶了。嗯，哎，不過剛剛前面有講到，就是說，哎，真的是本來只有賴雨橋、EQ、必衰，這樣後來這樣省啲全面。後來係幾偏愛啊，6對。啊，韓國後來係3殺哦，連一拉3這樣子，你就變春眠樂隊了。對。哦，好棒哦，這個緣分很棒哎。真的啊。什麼鬧你大擂台，真勁。而且這個樂團很特殊，它不像那種rock 的那種對，因為他們很特別，他們有古典樂，是結合就是說這種西樂。這樣子，其實這也是西樂啦，但他們就是古典樂的編織，這樣。不送來吃到心裡會獨一無二。客家語咩？但江漢語，他們其實在華語都是一樣，很少沒有這種編織。沒有。所以難怪兩廳院會請他們去表演。對啊，但是除了兩廳院以外，應該有很多其他特別有英雄情節嘅表演吧？對啊，應該有啊。啲安尼節目出來以後，啊，順利全面演頭有2擺嘅金曲獎。佢表演嘅期比應該多吼強。咩動作啦？咩動作吼？至少應該10禮拜應該有一張嘢至少2、3場。6場應該冇問題啊。6場。冇聽錯啦。冇聽錯。冇一聽啊！我們都有高峰期、離峰期啊。對。你啲啦。係啊，唔過有英雄特別情節咧。你今年都有讀到100。剛好，對，推動表演，冇強意啦，冇強意，不同天，對啊，應該公開啊，月光海的表演，你記得嗎？哦，當然，你有去那裡表演過？有，就是月光海，因為我們剛好去年去演出的前1年本來要演的啦，就後來因為阿喬就是確診嘛，那時候就是剛好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對，就我們其他3個團員還是有去，就是去看就對了，去感受一下。趁我不平嘅時間，真的啊，佢就去搞。哦，可是很值得去哎，我知道那個月光海。主唱不在，你們也去啊？他們去看表演，場勘啊。有，你看。哇，後面就是太平洋，你知道嗎？太平洋就是我們的舞台，沒錯，背景。我們的背景，沒錯。哇，這個真的好懷念哦！有生之年可以在那邊開一場演唱會，你可以去啊！你有生之年就可以去。誰會為了我再跑去台東看我唱歌？不會啊，不會啊！真的，你可以來就去，好冇？你可以來就去。我知道我們在台東的楊家親戚。你之前你 Legacy 係沒有去敢買票的？真的假？真勁啊！
东东演。这么新潮的人，你怎么会去看我这么老土的东西啊？不会啦，没有你也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现在的进行式，因为罗哥一直还很活跃。就你现在要比我们 fashion 了，有吗？兄弟坤要跟你们学习，要跟你们跟你们学习。你们做的兄弟安的，不务正业。他给他多支持啦。哎，真的哦。尤其今年2號，新年13號、14號。13號的暗部就7點半，14號的下晝條6點半，禮拜二兩廳院訂票，趕快訂起來。支持安尼客家樂團啊！好啊，沙下來再帶嚟一條歌，好冇？好冇？班神有可以班神有改編的呀，哇，一條歌改編落去一天有2個味道啊！係啊，有收錄在他們的專輯嘛，對不對？哈，條條咁有。未來，未來，未來一條歌大概要非常熟悉啊，但是請注意要記得哈，4月13。4月17號啊，13嘅暗部頭7點半，14嘅2點半，我記得啦，去捧場下嚟。訂票支持你嘅全民我吹。對，來，沙來嚟聽條歌嘅咯。班山遊嚟聽下啦。我一炷香油。